描这个上面系千条命嘅木雕嘅艺术上，佢写到同台湾来嘅雕刻嘅师傅，所以咧，人讲到上面啊，大家就会想到木雕。不过咧，因为木雕师傅安尼工作需要大量嘅体力，所以一般来讲啊，差不多都系西来来做。谈到你为有个西妹做雕刻嘅时节啦，深度让皮师有当多嘅疑问，咩就亲太嘅好奇心。因为一样人啊，所以本人决定去3年去记录了解西妹嘅雕刻师傅曾淑竹。今日来到三叉河、怪儿湖落水3年嘅位所天时生人从开就茫然湿嘅位所。今日来拜访一个西妹嘅雕刻家，佢嘅作品非常优秀，非常特殊亲手就西妹做安尼木雕今日特别来看到呢个西妹人、佢日本人做木雕。第二阵气算係1號就算行落太水，嗰當朝日是甜嘅，到每日嘅季節地度有2-3米嘅日頭使佢心夢天公呢件老屋你千條命嘅 Q 山線呢，新型火車頭冇嘅人，你係本戲嘅主角曾淑竹漂嘅屋。原本當丘樓嘅老屋，經過曾淑竹以簡單唔過千用心整理之後變到一件當有藝術感嘅新屋。其實嗰一種老屋已經係藝術家表現嘅藝術質感嘅新嘅風氣換個講法，佢咪係我點石成金嘅藝術。看到這一段清清爽爽嘅發展，韓國簡單雅緻嘅屋度嘅佈置，按優秀嘅質感係你老曾淑竹見面之前所得到嘅第一印象。不過咧，你像曾淑竹圖你去個平常散步嘅猥瑣嘅時節啦，其實圖你去到新型茶頭啦。當時可能曾淑竹話到你想去翕觀光風景所以其實老人圖去觀光客當多嘅猥瑣。同時咧，都頭前2-3點鐘搶下嘅時節啦，佢講嘅話啦、嘅行為表現一種清高度嘅客氣啦，感覺本人睇自家色彩冇嘅自然。突然嘅天我要交通啦，希望佢做得突然去平時散步嘅所，唔係風景區啦。同時咧，嗰個時節，工作人員見識曾淑竹搶本大家世界嘅記憶病。冇想到，還忙半點鐘嘅時間，硬是發現佢竟然是脫台灣過嚟，變到一個親民感和自家親友之間嘅人。按轉變，一本他自家有讓觸驚。呢種曾淑竹木竹係強喺欣賞，本期得到創作靈感嘅人生百態以前人家那個鐵軌那邊看到小孩子在那邊走，我說哎，這個也是一個題材，到現在還沒有推，還沒有推。
走那个铁轨了，走那铁轨这样子，还没有刻。你有曾经要把它做创作、哦？对，因为那种感觉很可爱，我会喜欢，喜欢的我就会记在里面，还没有刻。刚才那个也是一件呢。这一家人，有时候有一些唔会感通到的，那就三分钟过，有时候同好的讲那就都看一眼，一个高的，但是按那东西就会用来拿一个跟脑度方，深度方，你专业磨业当然磨业，个继续行，看那差不多也像那一个那就是像我的心情就是像我们在开车子那个很多都这样子哈，想要用完就用，左转就左转，右转就右转。有时候有很多懂得的那个人士，他们的一个肢体语言，或者他们这样子2个人、3个人一起的感觉，就会感觉就没穷样。你看现在那个深深很绅士，你看他不是很绅士吗？他的双手是在他的肚皮上面嘛，对不对？他若有所看，若有所思，对不对？对呀。你是不是哈？是不是？这也是他可爱的一面，对不对？他也有他的一个人生某一个阶段、某一个心事、某一个想法。对。所以你情路是很讲的。对，其实人很多的事情，反正很多很可爱的地方。曾素珠今年53岁了，佢18岁时是结婚，可是个人老老公天秀土生人呢传统的家庭妇女的生活。小时候他是10几岁就离开家了。所以小时候她其实就是很全职的母亲啊，然后帮先生也是有帮忙工作嘛，就是爸爸在雕刻，他帮忙修西部的，做一些辅助的工作。曾素珠32岁时间，老公的关系出现到问题，当时佢要参加老公的建议，去寻求心灵上的外科。佢参加到日本人所认为最适合修行养性的绘画歌场。不过当明显，曾素珠并冇到按那歌场地度寻到医疗佢老老公之间的婚姻的弱方。虽然冇办法解决婚姻的问题啦，不过每本佢得到佢的刺激，为了解除强烈压迫到心度的心情，曾素珠决定做调侃。不过爱决定虽然解放到佢深度的感情，不过要增加到佢情感的度的婆婆杂杂。曾素珠的前夫是一个佛像的雕刻师佢常年老家老公天秀学习的过程之度，佢们开始接触到雕刻，韩国佢们有机会完成自家的体验，属于佢自家的创作。不过呢件10年前完成的作品，并冇带到新屋来。刚开始，因为香港从来都没看到什么做雕刻啦，看雕刻都我要强的嘛吼。不强。跟我生意都拔电啦吼，等佢做生意的，等我老公佢做生意，我说
生意白的，我就做了个荷包去抗1年，抗了差不多好煮饭，我就煮饭我又个做一抗。其实我自己也要想，我讲我爱你抗你没办法，没办法啦，还是要面对现实啊。刚才大概倒就拿起来就，其实要讲啦，其实拿到大概真的心烦都真是当讲。哎呦，伊老师看得多是真的心里会慌嘞。我个高兴，我也唔认输啦，也对强啊好，强等你哦哈。伊讲安尼啊，你阿输啊，你听到要出空要流血安尼啦哈。好，安尼也有对哦，就安尼，卡啦卡卡，水又对前面来，又对前面来，啊，这当然就是也好嘛个东西经验啦。你听说流血，像啊也着卡大概多少年哈。我见血怎么出事啦？因为这作品，到当时上面太夫人做雕刻嘞，师傅啊个风格慢慢强壮，同时咧，佢还蛮成熟嘅刀法。本当人看到讲，哎，冇一掉啦。不过咧，佢咩就读到有到欣赏佢作品嘅人咯，因为佢嘅慢慢嘅成熟嘅刀法啊，发点都係當朴實啊，當有聲音嘅氣味，所以咧，佢作品咩就咩愛人啊，一看看出來。我想，假使以书法要写诗啊，毛笔诗啊，讲书法就讲人讲的统一中有变化，变化中有统一。我想曾老师家嘅作品啊，我想用按那个形容词来讲，来形容伊哈，我想还无啦。韩国做得讲，家嘅雕刻呢，可以讲是一种家嘅那个神啊。神已经用到地位去，但是意思讲当流创。虽然讲人讲看到这个初中的有种代出，但是事实上这个意思是人讲的有当连贯呢，是当顺畅的。所以我知道佢表三年，我知道可能把感情较丰富啦。所以佢做嘅作品都要看起来就。神法中啊，看到当有凄美哈，又当有美托，又当耐看的一个作品。3年前，曾素珠那个前夫签下离婚的协议书，90年代啊，正式搬到呢间落户的新居。到呢间屋地图啊，是单单有2行5落嘅石皮啊。其中一台是摩羯电视台的露天戏，韩国咧编了工作室是单单做编录音带，我是弹广播的音响。安尼生活真简单。韩国文化咧，当细唔过咧，当优秀的发展啊，应该咩佢当主持嘅位所。使用到冇半年时间，来进入到安江，我想啊，佢哈应该花当多时间。韩国当作进行了经理养草。你讲你系杂草啊？对，它是杂草。你是前期呢？你没杂草呢？你是对的呢？也是的。前期的。没的。哎，它是像那个了。功能该是对的嘞。是哦。哎，你用是认得没？这样呢？哎呀。哦。那今年冇看到中央啊，本日太。对啊。真的。没哦，哎呦，是的，这个好，然后要那个今天就没有弄。要找，平常要慢找。就按那本地台这行这个路线啊。哦，要背行路线了。对，这个本地行出来啊。系啊，你发现啊，呢间屋虽然有做下，不过冇天边小，不过咧都。谈下顺头啊，啥有件嘅作品呢？展览室，全部都係佢刻出來嘅作品。看起來啊，呢度木雕嘅作品係點樣？比佢像我識到嘅人雕啦，或是昆天式五落，係哪重要？我鄉下生長嘅環境哈，
那种感觉，那感觉对我来讲很熟悉，也很好，懂吼。那种人的自然哈，不会做作，不虚伪的哈，悠闲，不紧张，没有压力的感觉，朴素，那种感觉我要懂喜欢。故说我就一下，我就有一个目标，就是说我看那个作品哦，听说就是用安尼乡下很乡土的安尼感觉，人事物，就是有时候演哪一个用慢言的，不要在我讲新闻都会发安尼。展出组嘅作品，主要係用其細細節都裝下頭，看到嘅啦經過嘅事情做主題，將人物啦或是氣氛都嘅要看到之下啦，才會非常生動表現出來。特色啊，使得佢有機會參加好多擺嘅木雕藝術嘅展覽，咪陸陸續續受到媒體嘅重視。孝心。幾多個種嘅睡覺了？嘿個，一講單哦，也是阿公哦，咩爸爸哦。阿公迄天攏做呢吼，也你講只孫呢吼，是1歲來哦，1歲來吼，阿公做呢，給阿公那個阿公的那個姐姐啊吼，給拿過來，1歲吼，拿一隻腳吼，衝在那同阿公做個海鳥，切得海，所以這種時間。熊爱这种时间很多的一个场景哈，现在好像比较少看到，他们有看到。因为个同阿公洗奶，人讲个两个几3万诶，有嘛有3万哈，那讲3万应该抢定个，有，好。你要講翻話咧，嗱講翻。当然是阿婆都不敢出现的，阿个洗衫个对呀。那这种感觉，我本身我表达是讲阿婆会加个慈悲哈，属呢就是人性的女性那个跟那可爱的那一面。其实鬼片的作品就讲来直指人心，就是说你要有这样的一个心，阿婆安尼慈祥，有小孩子童真的那一面。人最多最显的就是讲童真这样一面。嘅洗衫啊。对，洗衫。我嘅小用嘅洗衫用嘅嚟嘅小標嘅。因為其實講來講，也就我嘅缺點吼，伊個比例，你看阿婆嘅書，像你那小兒麻痹用啊哈。公正起来哈，你吃那个因为我这样子干，真的也这真的是很拙朴的一个刀法，比例不成比例啊，对不对？但是你怎么看，左看右看都是有，就是好看，就是顺眼就好了。佢較結到快樂嘅家庭、快樂嘅生活噶嚇，我會發覺講，我現實嘅生活無咁快樂，不過佢做出嘅嗰種。快樂家庭噶哈，佢心裏都尋到一種安慰、安頓。訪問停下來嘅時節，大家打咗鼓啊，佢提到烏雲米粉安樣嘅點心，大家經常是經相識，所以佢決定吼做烏雲米粉俾大家食。展出組嘅木筍啊，並冇市場，佢平時賣菜。都去那個奧多外啊，10多分鐘去到3億個市場。賣菜時節，你發現啊，其實老一輩呢家庭的父母啊，窮裝，咩會讓人尷尬啦，會拿蔥會拿蒜呢。
不是，我跟你讲，你们都会想会太多。其实我在做菜，我边是在思考我的事情，没错。但是我的有一颗心，我还是会在这个菜上面，我要怎么去做？就像我雕刻一样啊，我一定会先把那个身边的一些杂物先把它处理。你传啊，除了有当好些嘅五味米粉以外啊，还有几项当好些嘅家常菜。到你只日頭當那個裝下頭嘅華人食飯啊，唔單止係都市人唔接受嘅經驗嘛，啊小妹唔係整出自己平常嘅習慣。還好啦。喜歡啊，雖然當好，唔過是他當然，所以你是前來兩件渣，掉到那個棚架當過來賺一頭。所以咧，每次都按當神奇嘅畫面之下咧，食體一傳一天唔會唔記得嘅當招。講到佢創作嘅第一個作品，當然你想要看到啊，所以你希望整出做出嚟去落貨。一開始啊，可能係面色啦，色彩當差啊。不過咧，你一再強求，所以其實非常為難嘛，達人咧。你上茶，佢目前是緊張，唔啲係講真到佢嘅猥瑣，就係乜嘅眼睛。而你係望得到嘅答案嘅時間，其實目前走咧，突然你行到嘅口服去。呢件按賣嘅目的度，還有當到佢早期嘅作品。到呢度目標地度咧，沒有部分係個前夫嘅作品，唔過兩隻作品有可能係木桶裝。還有呢隻本身就做當到回憶嘅地下室，你發現其實還是記住其實唔同嘅部分。佢談起這個作品嘅時間，當然完全唔記得。出門之前還會當緊張。長黑，是吧？長黑，哎，啊？是嗎？我應該這個會有，我有寫那個年次下來。差唔多把本水浸提咧。我可能把上一大約要上過啦，退呀。96年，15年。哈？95年。應該是95啦。95年，啲咧，當然計隻時節。開都係按下就，你團體去咧。也是伊咧個廟啊，廟也就結業嘅。哦，雖然係廟嘅啊。對啊，咁啊係。哦。因為佢看呀咩，呀阿伯啊，看呀兩週。你錯嘛？兩週就掉嚇。錯到教就夾筍啊！你係夾聲音啊？要發夾筍啊嘛？發夾筍啊！명도夾公一條呢，嘅面型，이거
这手拿嘛是团体的。哎有带吗？用团体的。你能用个有哪东西的？应该的话会是螃蟹，会是螃蟹。哦，做到冇害嘞，好吧啊。分螃蟹夹到，你冇讲夹嘅表情。哦，夹到，你有做过冇？你对吧？那些有，那些都是我们那时候在那边有，另外还有一间房子的时候，那时候的一些，我那时候就是刻这些神像。你讲做个关公还干呢？关公的不是我这边的关公是那时候是我前夫他自己以他的一个刀法刻出来的。哦。这个。猎体咋啊？这是第一件。对。所以这是我的第一件，这是第一件。猎哪年做啊？抹下呢？没有，这个是1994的下半年的时候，就是这一件是第一件。真的是很惭愧，有没有惭愧？对这个很惭愧，就按那个鞭刑嘛，鞭刑嘛呀，鞭刑嘛。编嘛个线，新编的呀。嘿，我讲编嘛个线，原来。编卡梅拉。原来迄是味道特别好的呢。嘿。后面就才变到味道浅。比较浅。那安尼俺个感情，俺个心里冇。不就睇睇啊？就睇睇，就睇睇，就睇睇。这个不第几道睇啊？就睇睇，对。嗰个安尼，这个看那过来，看那去，真的实在是，跟俺就给我。那听音乐，俺个启蒙老师来，比如去看俺这边小型个展，雕刻博物馆那边看，给了俺叶片，他就讲一句话，讲一句话就讲，呀，最近看了变了。前一天我发现到俺叫听音乐启蒙老师又读得来，去这边人看我的展过来，关心嘛去看，回来到我这边就跟我讲。后来的作品变了，我知道，我知道我变了，所以不能再变，我绝对不能，我没有时间再容我变了。这里。对，好，那我们回家。好。那个等一下啊，好，这边。好，立正啊，完蛋了。对。好。来到陈淑竹的工作室，看佢作品，睇佢講嘅作品，發現佢作品有咗非常大嘅特色。所以其他嘅作品嘅主題啊，全部回轉頭擺佢寫實嘅神法啊，都講嘅神法幾多嘅細細嘅故事，都睇出下到嘅材料，老公洗腳，生意呢都交水啊，阿婆洗衫，要扮嘅孫啊，啊，所以呢。非常温暖那个写些事情，故事。一看这东西是像呢，用头摆写些的故事，非常温暖的故事，来疗养佢长期都嘅婚姻生活啲都係嘅無意義啊。等於講迄個次要佢嘅生命嘅一個良藥。通常你看到一個發展，佈置起來啊，一般看這發展點呢？我佢講，佢喺味道。一般嘅朋友看到佢頭擺生活嘅空間，都裝下頭啊，像菜園嘅竹帶啊，種到瓜、苦瓜啦、蔥兒啦，啊，還先講嘅花啊，所有佢嘅營造起來嘅空間嘅風景啊，都係為到回轉童年、回轉頭擺啊，通常咩係落佢哋嘅地度、內度嘅呢非常多嘅人生不易嘅事情呢，可以寫上唱。穿什么？穿高跟鞋啊？你说的，要不要去唱歌啊？陈淑竹老人讲啊，佢平時最好嘅是去唱卡拉 OK 啦，彈到人發，你當然要聽你去哦，去到佢
伫后里嘅偏柔木下，通嘅高山，咩叔叔嘅偏柔。Hello，你看我有点高，稍微有的高，我有点高，这边，因为很多我们那啥，现在那个啥，这个三星子，安内。改变有改变啊，因为你没有离婚那一段时间，当然他就好像夫妻有一些依靠嘛，哈，就不会说很怎么样讲，他有依靠的话，他比较不会说积极的要往创作方面还是寻找一些出路啊。然后他现在离婚的话，他自己要靠自己啊，当然是要比较有勇气站起来。大部分他也是靠一些朋友啊，给他鼓励啊，因为刚离婚那个。你心度是要想哦，你家已经年过50个生妹啊，会使带到你位，敢讲唔会孤单，唔会惊咩？其实啦，佢私下吼，佢讲，佢讲啊，佢唔认同啊，去受到感情里地度啊哈，去想你的事情。我想啊，其实佢心度啊，还是唔攀得感情那件事情。可能这个也我会想到说，我之前比较重就是女人的那种感情排第一，再来就是我的女儿那种亲情，我会牵挂的排在，应该算跟感觉都排在第一。这个亲情跟感情都对我来讲，现在都好像变成没有办法。我以前不敢祭灵教堂哦，上来的态度很重，很重。真的很可怕，那感情的事情我也伤害过了，算了。那现在就是把自己充沛了一点。这个是好，那个我那天进来的那个除那个老人斑的，昨天才擦，昨天晚上才擦，早上再擦，不知道有没有效。这个地方就会有老人，这个就是有地方。漂亮一点，他们会去那边去唱，上一次去唱去那个唱片上发起来，他们说唱我现在很喜欢的是。有没有吃饭了？我要先赶快小孩子东西带一带，然后我要带他去看病。小孩子也带回来。体育日啊，去记录嗰只安步头啊，你看到这个小妹行业政府，佢直接行业诊所做一件，并冇留他自家打招呼。事后人家知啊，原来其实係诊所做嘅小個妹啊。小孩子没有带过来吗？
可以拍我拿婴儿车哦，这样我就完蛋了，他都误会了。他就没那个了，还没有娶老婆啊。娶老婆。好，那你要拿什么东西？你去看你，对吧？好，他给我灯摇出来。你寂寞，你怎么过来的？哦，好，知道你今天在拍东西。那你有简讯给他讲吗？我怎么会有时间？看到两只阿妹按人谈个对话，安尼唔敢多问物解。等到阿妹离开之后，安尼发现佢心情啊是沉沉下去咧。有想过你有咩情况？看到曾叔叔叫到安样面啊，我想哈，已經個係攞佢心度嘅30年以來嘅動態壓力嚟表出來。講啊，而慢慢是打開心度，然後心度嘅壓力啊，攞佢講出來。然後呢盡做記住嘅談話嘅對象，唔過咧，實在當遺憾。呢對隻家庭間內事啊，然後夫妻嘅感情並冇辦法假講乜嘅。面對到佢感受到講家妹嘅感情按人談嘅事情，你聽佢講呢，佢看嘅頭擺嘅事情，佢回想講啊，頭擺佢對上個妹嘅照顧啊，係完全唔顧自己嘅性命哦，講你啊，目前又控制唔下嚟啦。跟他创作艺术，其实有时候你会有你自己的想法，那别人没有办法了解的地方，你也许表达没有办法完整的表达出来。那我觉得其实应该没有所谓的不被认同的感觉，因为其实我们真的比较忙，比较没有时间跟他说去沟通他的做法或是什么。其实我们也反倒希望他能比较安静的去创作，对啊，因为毕竟他是在比较淳朴的地方生活，可是女儿们都是在可能都会区啊，所以我们也不会把这边的那种一些比较不好的事情去跟他说，保持他那颗自然的心。他在心境上总是无法避免啊，现在单身嘛，小孩都大了，会有一种空巢期的状态。其实我觉得时间可以去证明你女儿是不是这样子的，去伤害你或是什么。所以我觉得，反正当母女是一辈子的事情，她迟早会去了解我在想什么。这一出戏就结束了，不是？你看你哦。这个就是我曾叔叔的一生的戏就開始了。到訪問嘅過程地度，你談到當到曾叔叔佢講佢自己婚姻嘅問題啊，唔過咧，你唔方便訪問佢前夫，所以咧，當到事情，你唔知佢正確性啊，所以咧，你是到現場啊，用心做一個談佢講法嘅人，並冇攞佢講出來當到嘅事情，表明他自己談。有時候人講，堅持當好，也係當好嘅一個做法。不過堅持都
唱歌咧，遐讲同顺后的人吼，伫乡下相处噶哈，他个就知道啊，常常会做歌诶，毋过唔当坚持。对因本身来讲吼，可能冇问题啊，我就遐安尼啊，标准就安尼啊。毋过对周遭的顺后的人吼，我知道讲，人啊知道唔安尼唱歌咧，我知道有一种压力。到里头放门地度啊，安尼所以深深教学到，日家是日家难念嘅见哦。曾叔祖虽然先到为离开安尼生活的方式，老是家心嘛变到要求当过，不过心度还当到头摆日来嘅学嘅强。我上色上强，我有方法，想法多，我冇办法看，冇办法做。我聽咗我過去嘅作品，將它接起來，我要出一本書。也對我也條生命，我做一個交代。對也今年也是我也是想過講，我今年來到12，我就會做雕刻，我今年有什麼生意，我從小就學到台。要雕刻，这个是我感谢伊的素材，我要做感谢的素材。到放门的时节啦，你感受到伊安嘅点点多多的心情伫度啊！就让俺顺头的人啊，理唔清楚俺来感觉。不过咧，治疗课结束咯，俺的疑问啊，但是本已留到俺的心度。老曾叔祖乡下2多年啦，俺到嘅新乡看到一张啊，都传统嘅西木嘅形体地图啊，看到一只非常强烈有磁性嘅艺术家嘅灵魂。创意呢，很强烈嘅内外嘅战争啊，本来是主题，机会过到当辛苦。向前空1年。对，那这样时间好像讲，我也是。现实的问题，那理想的问题，全部按我自家一点调去了哈。我去同生活，1點鐘100人，我算因為我做3點鐘，最起碼也有9000的人。9000的人對我來講吼，我想法做得過就好。我做3點鐘，全係只願我創造的我的世界。我絕對我冇一個做對不起我自家的程度的事情，冇嘅咧。不管，唔做，做雕刻可以啊。洗到你，洗到也雕刻多，对，洗到伊，就死在这里嘿。那给我洗哦，要洗到当年啦。看过曾叔祖嘅作品，你看过佢嘅佢生年那个過程哦。我感覺到嚇，佢係個非常敏感的人。佢個敏感原來是到客家嘅家庭呢度出發來到3年嘅時間讀到非常傳統嘅家庭啊，傳統嘅個社會韓國佢個佢哋生活呢度佢敏感老啲嘅社會之間，個衝突非常大，會非常大壓力呢個壓力慢慢地逼到最大嘅時間結果佢個家人嘅個視覺是發覺起來的，到到嘅什麼現在呢些是到曾叔祖嘅情況發覺起來。呢一發覺是對佢嘅雕刻嘅作品
变得非常特殊，佢想到是第七间人生的一个经验，安经验啊，慢慢的是更融更多，更融更多哈，变到佢一个艺术的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表现。你也非常头来看，再看得到讲哈，都按传统按保守的一个社会制度，慢慢的佢一个非常强烈的一个有感染性的一个作品的一个风格是发展起来。像安尼来到3米前期，到落日啊，变到后天冲撞。整数组开始雕刻之后啊，咪渐渐打开一个新雕刻的艺术家嘅新的生命。人们希望很多来到3米的时间，发展到嘅胖嘅蛋糕啊，我上年嘅热上嘅前期，唔是这个吃杂是当酒来了。